辦防毒座談會，探討預防青年同埋兒童使用毒品，過百名社區人士參與。由非牟利組織加拿大預防毒品促進會舉辦嘅保護我們的外來預防兒童使用毒品，星期三晚喺昆特蘭理工大學舉行，邀請市議員、教育專家、學者同埋社區領袖同市民一齊探討預防兒童及青少年使用藥物嘅教育策略。主辦單位希望透過社區嘅力量嚟反毒。加拿大的這個毒品政策是4柱政策，4柱裡面有1柱預防是完全缺失的，在我們的政府沒有任何投入在這塊，這是不合理的，因為預防是可以投資1塊錢，然後減掉這個後面可能1000塊錢、1萬塊錢的這種治療的支出，這是一方面經濟上的損失。另外一方面，現在的毒品都非常難以戒除，我們肯定就是說會盡最大的努力去救治我們這些成癮的病人，但是我們為什麼要經過這麼多的痛苦呢？如果我們可以預防。加拿大預防毒品促進會計劃將座談會嘅討論結果以文稿嘅形式發俾政府同埋衛生部門，亦都將會同各方面合作開展教育活動，宣傳防毒意識。有社區組織舉辦防毒座談會，探討預防